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挺以色列的民众冲入学校，硬踢示威者影地，攻击挺巴勒斯坦的学生。越南有的所在热到44度，南部有一大水库，因为温度甲管理方式，滚了10万只鱼仔冰冻热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继续来关心这美国的大学生反对以色列挺巴勒斯坦的示威。前几天这对起上较严重的是东岸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阵这西岸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也爆发真严重的冲突。有一派挺以色列外人是冲入学校硬踢示威者影地，而且佫牵烟火夜巴达共喊。甚至有的学生是去phòng厝添浇水，所以讲当地州警甲公路警察都已经开始戒备。警方就下令，这示威者伫咧当地5月初1暗时8点之前全部拢要离开。UCLA 5月初1、初2嘛停课2天。统计过去24点钟，警方伫咧全美国的大学掠走400多人。支持以色列的民众去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野军对支持巴勒斯坦学生的头壳全咧喊落，变做一人拍一个人的情形。UCLA 学生嘛无咧惊伊，大声甲呛转去。场面是乱糟糟，还有人喷咸姜水甲放烟火。支持以色列的民众一直挖过，要甲营地拆掉。场面已经未收煞。这个冲突造成至少15个人受伤，1个人送病院。I think it's ridiculous. We have been here this whole time. We were just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our encampment, which is a right that we have, and we got pushed from all the way over there to over here. 在东华，美国当地时间4月30透早，哥伦比亚大学挺巴勒斯坦的学生攻占校舍。这2礼拜的示威行动是愈来愈激烈，300多个人去警方抓起来。那哥伦比亚大学、UCLA、全美国10多间大学，初1拢爆发示威行动。过去24点钟内，警方伫全国的大学拢总逮捕400多个人。从4月17大学示威爆发到今，已经有1600多人被抓起来。这波团去甲全美国大学抗议的行动，加做1960、1970年代反越战示威行动以来，美国境内示威校园数量上济，而且抗议的时间上久的一届。目前警方已经宣布 UCLA 校园示威是违法的活动，而且几届大声呼吁示威者都要解散，若无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以哈冲突了后，第7届去拜访中东，初1伫以色列强调讲，都要赶紧达成停火协议。根据由埃及提出上新的协议，由哈马斯释放33个以色列的人质，来换暂时停火。哈马斯讲会伫短期内回应。We believe that there should be a ceasefire as part of this hostage deal, and it should happen immediately. 不过，以色列强硬派内阁成员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施压，强调绝对袂当接受停火协议。纳坦雅胡初1嘛强调讲，无论敢有停火协议，以色列军方拢会对加沙的拉法展开攻击的行动。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同款是甲以下战争有关系消息，哥伦比亚总统宣布5月初2开始甲以色列断交，因为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犯种族灭绝的罪行，因无法度接受。Que mañana se romperán l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el Estado de Israel por tener un gobierno, por tener un presidente genocida. 哥伦比亚总统利用国际劳动节活动宣布甲以色列断交，伊是批评这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是一场种族灭绝。也若是以色列的外交部长是伫咧网络顶回应讲，历史会记录哥伦比亚甲怪物徛斗阵。这2国断交了后，局势安怎变化，有待观察。这个礼拜，才是24节气的日下，进入热浪，说是有真侪所在温度超悬，亲像越南有的地头是已经热到44度。当地媒体就报道讲，南部有一大水库，因为天气伤过热，加上管理无妥当，造成这滚了10万只鱼仔冰冻热死。宋门水库内底的鱼仔拢因为欠水死了，在地居民甲记者讲，大家拢因为鱼仔的尸体臭嘎嘎，这10天来生活品质是真歹。越南南部东内省的水库有几10万尾鱼仔死去，这个所在已经几礼拜无落雨。管理部门为着要挽救水尾的农作物，想要甲水库下底积沙清掉。不过因为水库的水位伤低，鱼仔根本就无法度生存。在地人甲媒体记者认为讲，
是熱浪高溫加上水庫管理不當所致。quá nóng và mà rất là mệt, người lúc nào cũng khó chịu lắm. 到甲東南亞大部分嘅所在同款，越南南部甲中部地區當受到破壞性高溫嘅影響。4月30，解放南風統一直休假，越南部分嘅所在氣溫時攝是44度，河內街路是無啥人，大部分嘅民眾選擇踮佇室內。越南國家氣象局表示，過去這幾天北部甲中部部分地區記錄到上高溫是42至44度，愛到5月初溫度才會較降低。南非開普敦4月初發生強烈嘅風暴，有500多隻強要登頂嘅紅海龜，去互海水沖起來海沙坡，尾後有風救起來，今嘛安置佇開普敦海龜保護中心。Turtles are really remarkable because they're ocean indicators. They are telling us what the state of the ocean is. It's really small, and they are eating the things that are floating and pieces of plastic like this. 佇南非，紅海龜一般會佇開普敦東北部嘅海岸，家己上岸起來生卵。因為這個海龜真有可能是去互印度洋一波較溫暖的海流流去，所來就對海流流過南非，再佫流去開普敦附近大西洋較冷的海水內底浮出來。專家認為講這是真接快，不過強烈風暴致使幾百隻風衝起來海沙坡，這就真無數常啊。更較賣講保育員一天內救到這個海龜，而且收集到這個海龜排出來塑膠片，是甲整甲差不多大地。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原來印度最近是熱到43度，有學校是驚這學生熱到無想要上課，竟然甲教室改做游泳池，互囡仔生水頭燒起。原來是印度隔壁的孟加拉，就算講這冷氣是一直咧起價，也是袂了了。這個囡仔穿制服，生水是算甲吱嘎叫，還佫破來破去。就算規分書淡落落嘛歡喜甲，不過詳細看因生水的所在，竟然是一間教室。हमने स्विमिंग पूल में नहाया, हमें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था और हमने उसमें खूब एंजॉय भी किया. सभी बच्चों के साथ नहाया, पानी एक दूसरे के ऊपर उछाला, खूब हमने एंजॉय किया उसमें. 並唔是這間教室淹水，是因為印度最近的氣溫降到攝氏39度至43度之間。北部北方邦這間學校，驚學生熱到無愛來上課，甚至破病。專講甲這間教室變好清氣漏水，變做是游泳池，互囡仔有一個較涼的所在通去。這個教室游泳池推出了後，學生來學校的比率有影是有增加。學校嘛當咧甲在地政府爭取，希望會當起一個真正游泳池。也若佇附近的孟加拉，嘛是熱甲驚死人。首都達卡的氣溫8千到攝氏43度，民眾都愛佇搶水池下風才會較涼。也若賣家電用品的店頭，人陣嘛吵。大部分的人客攏徛佇冷氣的電視區，想要買一台冷氣，等去厝裡涼一下。যেটাই হোক যেহেতু নিতে আসছে নিতে হবে আর কি。冷氣佇孟加拉，原底毋是一般的消費者厝內攏會安尼。最近這幾年，因為當地電力普及，加上全球暖化影響，裝冷氣的人是愈來愈多。而且最近因為需求量大增加，製造商根本就袂付出貨，部分的廠商趁機會加關價銷，致使冷氣的價銷逐禮拜攏咧起。3 দিনের ব্যবধানে 3000 টাকা বেড়ে গেছে। যখন আসছে তখন ফুল গরমই ছিল আর চাহিদা তখন বেশি ছিল। দেখা গেছে তখন যখন আসলাম দেখছেন 20-30 জন লোক, প্রায় ওনাদের মাত্র 2-3 জন সেলার আর কাস্টমার প্রায় 20-25 জন ছিল। তো বেশি ভিড়ের কারণে আমি কিনে নেই, তো ওদিন টাকা নিয়ে আসিনি, আজকে টাকা নিয়ে আসছি মূলত। আসার পরে দেখতেছি 3000 টাকা বেড়ে গেছে আগে দামে।經銷商指出，有的機型頂禮拜的價銷是63000塊塔卡，一禮拜已經起到72000塔卡，差不多起大票3000塊。不過面對1948年以來上熱的4月份，消費者講價銷閣較安怎起，嘛是着買。公司新聞徐婉玲編譯。中國一個連卡景點人攏吵。不過有當地民眾是講，因為經濟歹，只好留佇咧國內佚佗，較無人出國。去萬里長城加大遊客，人是吵。在北京真出名的地標天壇，嘛約入來真濟遊客。未少民眾換穿古裝，扮做大清的皇帝或者是皇后，翕相登卡是真歡喜。中國5.1勞動節連續休5天，真濟民眾規家伙仔出去佚佗。根據官方的統計，中國國內的觀光旅遊已經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準。今年新增也閣有清明出去佚佗的人數，比2019年分別增加43.3%，也閣有11.5%。5.1連假看來趨勢是無變。因為東北過臨來的旅客講，目前經濟也是充滿無確定性，這是致使民眾放棄出國旅遊，留在國內觀光真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隨着這個疫情這幾年，大家的這個失業呀，還有就業的問題，可能導致大家的經濟不像以前那麼寬裕。
中国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虽然是比按算的还佫较悬，有到5.3%，不过受到房地产危机，还佫有类似无好等等的影响，经济前景恐惊是无乐观，民众嘛面临佫较大的经济压力。我自己包括身边的朋友，可能认为收入会稍微的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压力会有所增大。那每个家庭都不一样，然后当然这个跟自己经营的这个行业做的这个事情也有关系。中国民众讲，在经济愈来愈歹的情形之下，就算出国旅游，消费者嘛无像英国遐好。以日本做例，根据日本观光局的数据，今年1月份去日本旅游的外国观光客人数是2688000外人，其中台湾、韩国甲新加坡人数拢大大增加。不过中国旅客人数毋但无增加，颠倒是减少。从2019年1月份754000外人，落到415900人，减了45%。而且大出手买物件的人客嘛变较少，消费的金额嘛降1%。不过最近因为日票变薄，去日本旅游对中国民众的吸引力可能有机会增加。公司新闻张惠斌编译。伫咧西亚甲东欧交界国家乔治亚，国会多数党议托通过境外代理人法案。这条法案是授权政府会当审查媒体甲言论，所以讲就引起百姓示威。警方即阵是出动水炮车甲催泪瓦斯来赶人。警方出动水炮车、下催泪瓦斯，甚至发射震撼弹，想要把示威的民众赶走，并且逮捕几60个人。因为乔治亚国会伫拜三议会表决，以83票对23票压倒性优势，力托通过境外代理人法案。Absolutely ridiculous and stupid things to do in this situation right now when you are seeing people this many here, and we are gonna stand till the end, till the very end. It's what we are afraid of more: being gassed, being beaten up, or losing the country. 伫咧高加索地区的乔治亚，最近因为执政联盟乔治亚之邦想要通过境外代理人法案，授权政府单位对媒体甲言论进行审查，民众反对的声音真大。因为若这项法案通过，任何独立的非政府组织 NGO 甲媒体，只要对国外摕到超过20%的资金，就必须登记真侪境外代理人，若无将会被罚款。互外界叫做是未整肃无共意见的俄国法案，因为俄罗斯进前也通过类似法案来限制独立的新闻媒体。乔治亚即马正想要加入欧盟，去年12月已经得到候选国的地位，同时也积极寻求要加入北约。但是这项法案，互人看到因国内政治的两极化，执政联盟乔治亚之邦掌握到国会150席内面的84席绝对多数。甲反对派一个亲欧盟的现任总统严重的对立，包括欧美等西方阵营拢对这项法案提出批评。这项争议的法案按算伫咧5月中要进行三读的表决，了才会成为正式的法律。A large part of public they think that Georgian government doesn't represent anymore the Georgi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it's basically represents the interest of oligarch who has some close links with Moscow. 乔治亚伫1991年脱离前苏联独立，军队伫咧2008年想要压制甲俄国相反两个地区的独立运动，甲俄国发生南奥塞梯亚战争，所以大部分的乔治亚民众对俄国拢真反感。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乔治亚更加加入欧盟甲北约写入宪法，有8成的民众支持。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林岩伫咧美国的女性癌症排名死因是排伫咧第2名，而且最近佫发现讲这40几岁女性得林癌的患者是一直咧增加。所以讲美国有医学小组就建议讲，女性伫咧40岁了后，就要2年照一届淋巴摄影，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医护技术向受检女性说明年房电光摄影进行的顺序。美国现阶段的防癌指引建议50至74岁女性每2年接受年房摄影检查。提出指引的独立医学组织美国预防医学工作小组30透过美国医学会的期刊 JAMA 建议，修改受检年纪，呼吁40岁以后的女性每2年都要做一届年房摄影体检。原因甲少年去治疗癌症的患者增加，还有黑人女性癌友死亡率较悬有关。And what we find is that benefit that we talked about for screening
all women starting at age 40 every other year has even more benefit for women who are Black. 即马癌症的治疗有较进步，美国年癌死亡率有较降低，只不过也是排女性癌症死亡原因的第2名。美国当年有24万人去治疗年癌，其中将近43000人过身。少年治疗癌症的病患当年在增加。美国预防医学会工作小组的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年癌病患的人数当年以2%的比率在成长。另外一个互医界关心的情况是，黑人女性治疗病情发展快速的侵蚀性年癌人数比率比其他族群高40%。Mammography doesn't work as well for women with dense breast. Additional screening, whether it be with MRI, ultrasound, or something else, might be beneficial for helping reduce that higher risk for breast cancer and detecting breast cancer at an earlier, more treatable stage. 新的基因建议并无适用年癌病患。年癌高风险族群以少年时阵接受胸部高剂量放射性治疗的女性病患，也有伫检体内底发现过病变的女性。因应该是爱依照个别情况定期接受检查。这个组织也当伫研究75岁以后的女性，是毋是嘛应该定期接受年癌的体检。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开发出微型机器人，伊的寸尺是比人类的头毛搁较幼，会当送入体内特定的器官，追踪检查癌细胞。做回来看。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用电脑荧幕观察微型机器人建构甲合成细胞组织的过程。研究团队开发的这种微型机器人体示，伊的大细就敢若是人体细胞，比头毛搁较幼。主持研究计划教授艾德尔曼讲，这个实验主要是要让微型机器人识到人体的细胞。I'm interested in just finding out fundamentally what ticks the cancer cells. So how can we actually manipulate their behavior?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find out. And once we have that information, then we can use that to generate better therapies. 这款微型机器人的材质是来自海草，有加细胞同款柔软的特性。结果结合金纳米粒子的材质，研究人员就让一个远的所在无线遥控微型机器人，互因锁定当到体内特定的所在加器官的细胞。这项计划大号是 TESI， 读起来音加计程车正共，直接使到研究人员想要去的人体区域，收集相关的细胞资讯。Was wir haben ist, wir haben Gold-Nanoteilchen in den Robotern drinnen und mit einem Laser, den wir hier sehen können wir bestimmte Bereiche des Roboters erhitzen. 研究人员示范安怎用镭射指向要叫机器人去的方向，伊就会向你比的所在刷叮当。所以以后若发现异常的细胞反应，譬如讲癌细胞或者是受损的细胞，就让用光线操作机器人过去检查。不过这项研发未用在临床治疗，是作为相关药物甲疗法的研究。The TAXI platform doesn't immediately help the patients, but it helps the bioengineers and the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that's ongoing. So in that sense, it's an enabling technology. The more we find out about these cells, the more, the better we can actually design therapeutics.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澳洲学者有新发现，因是利用冷电浆的技术，把这粪扫场排出来温室气体提炼做化学物经，也就是航空燃料底底。唔来当减少粪扫场的温室气体，嘛减少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不管是民航机还是军用机，不管是喷射引擎还是普罗佩达引擎，在飞行机降落了后，袂当减的一件代志，就是补充燃料。目前的航空燃油，大概当分作航空汽油和航空柴油。头前迄个互普罗佩达飞行机使用，后壁迄个供应互喷射机，就亲像汽车用的汽柴油同款。航空燃油基本上拢是化石燃料内面提炼的，即当透过欠油设施和各机场的地勤车替飞行机来加油。但是飞行机的引擎和燃油场的运转，防认为讲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宗，安怎互航空产业降低排放，变做相关学界拍拼的方向。澳洲设立大学和化工业者合作，用在食品医药这产业普遍应用的冷电浆技术，用高能量的电子射入甲烷和二氧化碳这气体，产生这种碳氢化合物，加做各种燃料和化石原料的基底。
redefines what we think of in terms of chemistry, and there's massive advantages for that because now we can integrate these chemical factories and processes within the variable renewable network. 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部分，就是会当甲要单调无路用的粪扫变作有路用的再生能源。 Australia landfills 28 million tonnes of waste every year, and it's actually a resource that we can use. We can turn it into materials and energy. 不过，航空用的燃油，特别是喷射机使用的环燃油，为了飞行安全，必须要含真侪添加剂，包括防止静电、避免导火，搁有伫真悬的空中超高温之下防止结冰的化合物等等，拢是袂当减的定数。当然，符合环保的航空燃油，产量才袂当稳定来供应各地机场的需要，也是相关产业要面对的课题。公司新闻持家人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